由睡眠名醫傳授，令你瞓得好冧嘅伸展操。攤喺床度，但係一直都瞓唔着，瞓到半夜成日會扎醒。其實失眠唔止積累疲勞，仲係好多種大小疾病嘅成因。白斌醫生自己亦都有做熟睡伸展操㗎噃，究竟係點嘅呢？過咗夜晚6點鐘，體證時間結束。白斌醫生慢慢除低件醫生袍，之後就坐喺度開始做。係手臂伸展操。其實我哋嘅身體有所謂嘅深部體溫，做伸展操可以令佢提升。我哋身體嘅溫度其實分2種，一種係身體表面嘅皮膚溫度，另一種係身體裏面嘅深部體溫。而深部體溫同睡眠係有非常密切嘅關係嘅。當深部體溫去到最高之後，跟住喺降翻低嘅過程裏面，我哋會出現睡意。我哋嘅深部體溫喺一日裏面有固定嘅變化規律。以朝早7點鐘起身做例子，喺11個鐘之後，即係夜晚6點，深部體溫會去到最高。當深部體溫由最高慢慢回落，人就會開始出現睡意。照道理去到夜晚11點嗰陣呢，就可以瞓得着啦。只不過其中一個唔可以順利瞓得着嘅原因，就係深部體溫嘅最高點唔夠高，結果做唔到一個由高去低嘅過程，所以就瞓唔着啦。有睡眠煩惱嘅人，深部體溫嘅變化好亂，喺黃昏嗰陣去唔到真正嘅最高點，咁所以我哋喺黃昏嗰陣可以留意多啲自己嘅深部體溫，積極做一啲嘢，為睡眠作出重要嘅準備。為咗營造熟睡嘅體溫變化，喺黃昏嗰陣做伸展操嚟提升深部體溫，上到最高點。呢個就係熟睡伸展操嘅關鍵啦。白斌醫生指出，一日裏面有3個時間最適合做呢個熟睡伸展操嘅。第一個時間係喺夜晚6點做肩胛骨周圍嘅伸展操。做完一日家務同工作之後，肩胛骨周圍嘅肌肉會好緊，將佢哋拉翻鬆，就改善到行血，令深部體溫上升。呢個係第一招熟睡伸展操，各位觀眾一齊跟住做啦。首先將右手打橫咁伸直，用左手喺前面撳住，上半身彎低少少，跟住將撳住嘅嗰隻手向外拉，直至拉緊，拉到條筋。呢個狀態維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又痛又爽。兩隻手都要做，到另一隻手啦。將撳住嘅嗰隻手用力向外拉，1、2、3、4、5，每隻手都要各做5次。好有用啊！第二個做熟睡伸展操嘅時間係臨瞓前2個鐘，夜晚6點提升深部體溫，上到最高點係第一階段。如果喺臨瞓之前再一次稍為提升深部體溫嘅話呢，就可以令佢之後急劇下降，會瞓得好啲㗎。方法係喺臨瞓前2個鐘，一邊沖涼一邊做伸展操。可以用花灑去淋條頸嘅後面，一邊咁做，一邊按摩條頸嘅後面1分鐘。其實我哋嘅頸動脈同皮膚好接近，用熱水淋後頸可以加快行血，令深部體溫更加容易上升。當你用花灑淋後頸嘅時候，就將手指扣住，然後移去頸後邊，
用手指公沿住後頸側邊嘅凹位，上下咁輕輕力幫佢按摩。用兩隻手指公沿住條頸後面側邊嘅凹位，上下咁按摩，輕輕力。用兩隻手指公上下咁按摩，好舒服啊！好舒服，真係好舒服，好爽。最後一個做熟睡伸展操嘅時間就係臨瞓前個半鐘。第3個時間係喺臨瞓前個半鐘做伸展操，即係沖完涼之後。做法係轉動對手，可以叫轉手伸展操，一齊試下。首先坐低，將手踭遞高到同膊頭平排，然後對手向後轉動，好似將肩胛骨拍齊咁。做嗰陣要留意肩胛骨有冇喐到。跟住將對手向前伸直，手指扣住，然後舉高佢，要高過個頭，拉直全身。將呢個動作喺1分鐘裏面做4-5次就足夠㗎喇。首先打開對手，手踭遞高到同膊頭平排，然後打直向後轉，慢慢咁轉，想像下好似將肩胛骨拍埋一齊咁。重點係肩胛骨。跟住下一步將對手向前伸直，啲手指互相扣住，然後舉高，要高過個頭，拉直全身。好爽啊！可以放翻低啦。向後轉完之後，向前伸直，手指扣住，舉高拉直，放翻低。東 Max 覺得點啊？做完之後個人好暖啊！係拉完之後行血好似好咗啊！呢幾招真係由腳眼拉到上頭頂啊！喺以上呢3個時間做伸展操，夜晚就可以有覺好瞓啦。大家不妨由今晚就開始試下做啊！